最近在中国各地爆发的白纸革命，迫使中共政策急转，迅速取消了中共病毒清零政策，凸显了民众对中共独裁政权不再恐惧。专家分析，习近平内内外外得罪的人太多，最终结局凶多吉少。中共官方12月7日发布防疫新十条，清零政策发生急转弯，被认为是对白纸革命和各地民众的抗议做出的反应。由乌鲁木齐火灾引爆的白纸革命蔓延中国至少1/3的省市，北京、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都举行了抗议活动，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要民主、不要独裁等等口号。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法国等多个国家的维吾尔人、藏人、华人、中国留学生也都举行了抗议声援活动。这场抗议运动是自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以来，中国人在海内外第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对中共当局造成了强烈的冲击。目前，抗争运动仍在持续发酵。当前的中国社会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白纸革命迫使中共放弃清零，但无准备的突然放开又引发了新的乱象。由于中共国产疫苗效率低，加之医疗配套设施不完善，开放后中国各地感染人数剧增，发热门诊爆满，药品也被抢购一空，预计会引发新的抗争风暴。外界认为，习近平在党内大权在握，开放与不开放，习近平进退两难，恐引发新的执政危机。最终结局凶多吉少，因为他在内外上下得罪的人太多。习近平想学毛泽东，但毛泽东死后，他的夫人、侄子都被抓起来，就毛泽东选择的接班人一个个都死于非命。习近平越是想要学毛泽东，那很可能他的结局将越来越像毛泽东。12月13日，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办了第20个年度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听证会。多位学者呼吁美国加强与民主国家的联盟，重新考虑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以应对中国所领导的专制阵营对人权的侵害。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听证会上强调，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中贸易发展并没能促进中国改善其人权状况，并鉴于此，美国必须重新考虑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世界目睹了中国为实现全面控制而进行的长达数十年的恐怖镇压活动，包括对文化、宗教和民族语言的侵犯。必须保持警惕，不要将经济利益置于理想之上，经济不能比人权昂贵。在2000年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成立以来，该机构已经出版了21份年度报告，问责中共政府的侵犯人权行为，并推动美国国会针对中国的各项立法工作。中国著名人权律师滕彪在听证会上指出，中共当局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持续对人权组织、律师以及在新疆、西藏、香港等地实施镇压，建立了大规模的监控系统，以实现全面的社会控制。包括美国苹果公司在内的诸多国际公司，为了在中国市场的利益而助长了中共当局侵犯人权的活动。同时建议应该调查美国和其他跨国公司在自由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许多其他涉及侵犯人权、为中共建立数据中心和提供技术的公司。根据印度人报消息，印度防长12月13日表示，印度和中国的士兵上周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发生了冲突，这是自2020年6月双方在有争议边境地区发生致命冲突以来的最新暴力事件。辛格在议会发表讲话时说，周五发生的遭遇战是在中国军队侵占印度领土，并单方面试图改变有争议边境的现状后发生的。印度士兵没有受重伤，双方的部队很快就撤离了这一地区。他还说，当地指挥官周日开会讨论了这一争端，印度政府通过外交渠道与中国进行了沟通。经过双方军事指挥官的多次会晤，一些印度和中国士兵已经从达拉克的一个关键摩擦点撤出，但双方关系仍然紧张。在新西兰，为了国民健康，新西兰政府去年提出的控烟令于本周二以76票对43票通过了全球最严格的戒烟法案，禁止在2009年后出生的新西兰人购买香烟。政府希望通过法令逐步淘汰烟草。新法律规定，
禁止向2009年1月1日之后出生的人员出售烟草。这意味着现年14岁以下的青少年将终身不能购买香烟，如有违反，最高可处罚15万新西兰元，相当于9万6千美元的罚款。新法律还将全国烟草许可销售商的数量减少了90%，从6000家缩减到了600家，并将香烟的尼古丁含量也大幅减少。新西兰当局希望通过新法律，到2025年时实现全国无烟的目标。